有地位，讲台语提百万。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四甲。 123，谁嘿哦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罗嘎。咱是勇士美亚，拼到最后一赢。哦，好，希望两边拢会当赢。来，咱即摆上擂台。来，谢你，大家行，大家行。谢你，来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阮剧组的来宾队长哦，吼，阮的希米。欢迎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西米。西米，你甲看，以后讲台语讲了袂歹呢。我今年23岁。 23岁，我是拍排球的。拍排球的。我伫台湾出生，出生的，这是我的我的妹妹。小妹，是，恁两个是伫迄咱的南美洲，嘿，是不是南美洲？是。倒位来？盖亚纳，盖亚纳，是巴西的。丁元，好啊，这是妹妹，是好来，妹妹家己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李贝丽，我今年20岁。 20岁，少年呢。真古锥吼，这个画面。两个拢足古锥。哦，足古锥的。啊，为什么台语讲遮好？是因为台湾出世。是，我住伫屏东市。屏东市哇，嘛江呢。哦，是爸爸是妈妈？两个拢是外国人。 啊，是安那会来遮定落来的？传教。哦，教会啦，教会哇，这就有心的，就有爱心的。为你做代志的啦，是啊，你嘛是缀落来，听个咱台湾啊，伫咱台湾受教育，是不是？是。是伫咱台湾读册。我现在今嘛伫美国读册拍排球。 你喺美国读册拍排球，啊哥哥咧？哥哥伫台湾。嘿，我伫中立读册拍排球。哎呦，两个拢拍排球的。是两个拢拍排球的哦，拢运动的啦吼。是好欢迎恁呢。感谢。刷落去过来一个弟弟，我都唔知这个弟弟是。这弟弟是恁弟弟。嘿，恁弟弟，你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梅阿夏，这是我阿兄，嘿。 我嘛会晓拍排球，不过无遐强啦，无遐强啦。即摆工课是 model 安尼。哦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讲啥来去朋友啊？我叫王武涵。武涵你好。武涵，你是咱遮的台湾人？对，我是台湾人。是，啊，拢甲因诚好。我甲伊是朋友。哦，朋友。朋友。干那朋友，只是朋友，就是朋友，是真嘛？嘿 ，just friend，是，真正有影。诶，武涵真正朋友，对，真正朋友。啊，只莫讲问啊，有一寡代志顶悬袂使讲。了解你私底下再甲我讲。好，欢迎武涵呢。好，来换恁这边啊。恁这边是兄妹啊嘛，是阮兄妹啊，就兄弟啊嘛。无唔对，阮这边嘛有敢若兄弟啊。是因为逐工做伙做工课，而且个嘿做几多年比做兵较长哦。好来欢迎一下咱的队长罗平。我叫做罗平，我是拍戏兼歌手。 兼歌手。阮老爸是印度人，但是阮老母是台湾人。我自细汉教阮阿嬷讲台语，所以台语会晓讲，但是莫教我骂。来介绍你好朋友，敢若兄弟的朋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阮爸是台湾人，阮妈嘛是台湾人哦，拢是台湾人。对，本土的。好，欢迎小白哦。好，来个扫入去。 大家好，我叫周武流，我是罗平公公司的朋友，是，我嘛是演员，我有演舞台剧甲8点档，是好，欢迎你呢。来，搁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啊，阮4个拢是共公司的，我嘛是演员，即马伫演8点档。阮兜呢，我是蚵仔汉子，所以讲台语嘛会通哦。好，欢迎你来呢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
的台语讲老师。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台语英语拢会通，演戏生活拢成功。今嘛吼，阮老师有出一本书，哦，要大家学习一下，有影，要教咱学习。来，咱有请老师。来，欢迎老师。这是咱老师的第3本啊，来，第3本书啊，老师看中啊，老师看中。来，因为咱今仔日行国际化嘛，哈，所以这本叫什么名？爱先讲。爱先讲一下，我讲记诶，伊叫做 ROLU。ROLU。伊就是咱音标内底吼 ROLU，所以伫这本内底会当为华语的角度、台语的角度、英语的角度，来去甲这个台语学好好势。我则是甲伊用一个迄5个韵来去用，搁有恁若定定发唔对的音，拢会当有一个故事。所以这本是故事册，自然就甲伊学会起来啊，安尼。所以这本册其实恁会当真容易，互伊进入台语的世界，嘛，互咱台语行入国际化，所以华台英拢会通。多谢大家。赞。不过吼，即马讲者吼，真正有影爱过3关，才有可能摕到。是咱节目即季就是安尼。是来打3关的。咱今仔日吼，大家来参加的就是初赛。初赛若是过关，就进入复赛。复赛搁过关，第3摆来就是决赛。决赛就来摕到奖金100万咯。100万伫遮啦。100万，来看一下真正100万。有士气的。而且哦，哎呦，现金啊，现金。你有看，离愈来愈近。好，好来，咱即马来去比赛哦，来去咱第1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挖大饼，来心事大调查，是好来，什么会叫做心事大调查咧？譬如讲吼，新的物件，无人机是，无人机伊是毋是新的物件？就无人的无人机。对，伊咧台语内底就是一个新词啦，所以咱就用这调查去看卖讲到底无人机的台语，譬如讲无人机，还是讲无人的自动飞行机，都一种是较侪人讲，较侪人要选的迄种。是无唔对，今日阮2个讲的吼，2个答案拢是真正，拢正确的，只是讲要选，互恁选，就是讲打一个较侪人在讲哦。调查出来较侪人讲。好，来，安尼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拢中3题，你若拢摇到，才得到上侪6000哦。6000当然嘛是甲6000先提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帐篷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布棚。是来，大家甲看者，因为这拢是布去做的。是。哇，嘛是种塑胶布啦、啥布去做的，是篷布啦去做的吼。所以讲，就是安尼看起来就是窗仔甲搭起来。一块布，一间厝安尼就布甲搭的布棚。是，所以讲我就真简单，就布棚都用布去搭的。是。若阿雄我这边的讲法叫做 tent。tent。伊就是英文的 tent。了，日本人甲讲天道，因为日本人来咱台湾交流了，所以台湾人就照这个讲法叫伊天道。咱2队，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哎呦，希米，你感觉是伊的天道？我的爸爸妈妈拢讲英语。帐篷的英语是 tent。对。所以安尼翻过来，就觉得应该是。感觉安尼直接讲好啊，选我的。对。看咱那个台湾味布棚，是不是小白？因为我之前拍戏捌讲过布棚，毋过无听过另外一个。无听过天道。所以我讲应该较侪人会讲是讲布棚。布棚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
正确的答案是米寿的布棚。拄则嘛解说甲足清楚，是为天道即个来啊，这是咱用这天道的这款布棚会当去搭天道，啊，搁会当去搭，譬如讲以前伫外口咧请人客，啊，拢有搭迄饼啊，咱嘛是拢叫做布棚，所以可能即个词大家感觉较熟悉，所以拢讲布棚安尼，啊，其实两种拢会使哦。好，谢谢老谢谢老师师。不要紧，咱先促销。嘿，来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恒姐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很很解解哦，恁拢会晓讲嘛吼？很解很解，很解我感觉就是简单，就是拍歹气氛的人嘛。哦，是不是很解？拍歹气氛就是拍歹气氛啊。大家当咧欢喜的时候，嘿啊伊共气氛拍歹了了。对，哦安尼恁拢会了解吼，拍歹气氛的人哦。是。是，好，来换你哦。啊，我讲的是吼，较简单两个字，百姓。百姓。因为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意思兴趣出来啦。啊，因为你安尼，我规个兴趣处拢败去，败兴。好，来，到底是我的拍歹气氛，还是我的败兴呢？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技表。哎呦，哎，嘿，改一个。遗憾。吴涵。遗憾。因为阮老爸拢讲一个，哦，恁爸拢讲这两字，百姓。百姓。哦，厉害哦。是哦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罗边。我感觉讲，台语是较直接，啊，我是听人讲拍歹气氛较侪，啊，百姓是较。敢若有句派去感觉，哎呦，记败，百姓啊，百姓啊，哎呀，那是华语中文较早啊，较侪人讲百姓离归嘛。对，对吧？啊，台语应该较少吼，较少啊，较直接安尼。我会记得我拍戏的时阵讲过，就是拍歹气氛，所以我感觉较直讲的应该是拍歹气氛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米寿的拍歹气氛。对嘛？好，这个拍歹气氛是76%，啊，败兴是24%。败兴哦，兴气的兴。哦，败兴。对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可能。譬如讲，恁爸爸咧讲，可能就较老一辈咧讲，啊，咱这个很姐是较少年的咧讲，所以讲起来可能因会感觉讲，虽然迄个百姓是种雅的词，啊，毋过因可能感觉拍歹气氛，讲起来较简单，学起来较简单。好，来后一题啊哦。来，来，今日即马拢有分数。袂歹哦，只是咱这边较少。不要紧，加油。好，好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笔电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笔电，来大家看者，笔电就是安尼。伊先拍开是毋是一本册？嘿，吼，啊合起来就是甲咱册合起来。哦。所以我的答案是册型的电脑。哎呦，这伊的外形就一本册就对了。就是咱拍开就好啊，啊要买看就合起来就好啊。有影。啊，那我这边吼是照伊的功能来讲。哦，你讲功能。或者随身电脑。哦。是合起来了，摕摕清楚的，嘿，要行到倒位，通扎到倒位，随身扎咧，随身电脑。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技表。哎呦，起码拢是我的哦，嘿听起来我嘛是感觉我介意听你的。是哦。嘿，恁听过无？册型的。我听过我的朋友讲。随身呢？阿霞，我想讲有随身条，随身碟啦，啊，随身电脑啊，一款物件拢叫做随身啊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来。哦，我嘛是感觉是随身电脑，因为我较早吼手机啊打出来时，我捌听过随身电话。随身电话，咱大家有听过？是。所以即马电脑会当早咧早就随身嘛，随身炸。电子的大部分拢是安尼啦。因为轻便呐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
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随身电脑。袂歹袂歹。好，随身电脑占80.6%，啊，册型电脑占19.4%，所以咱是随身电脑较侪人选。啊，可能册型电脑大家想到 notebook， 哈，所以会想要用迄个册。啊，不过咱另外嘛当讲伊是笔记电脑，就是用 notebook 迄个字来用。啊，这个物件因为伊的功能性较大，所以咱以前古早的是收音机有一个叫做 Walkman， 嘿，你嘛袂当甲翻译讲行路的迄个垃圾哦，咱一般就是甲伊翻译做随身听，好，所以这个随身的物件拢真好用。啊，以前迄款足大机的电脑，迄款咱。除了随身电话，咱其实阁有一个物件叫做行动的，就是你会当查咧，啊安尼看你要行到倒位，拢会当安怎行动，拢安怎方便。嘿，所以可能这个随身电脑较符合大家日常咧用的事安尼。好，多谢。来，今嘛来看两队的分数，好，看阮喜甲。啊，喜甲今嘛有3枪，袂歹袂歹。罗甲，哦，今嘛有6枪。哎，好，进来去咱的第2回合无 ？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恁看过去。是，等一下啊，会互恁看一个影片。是。哦，迄就是咱的过去。古早的相片。古早的时阵，哦，可能互你看到车，无就是游乐园。有可能。无就什么。也有可能是饭店啊。饭店。公园啊。庙会拢有可能。阮会可能伫遐甲恁出一个问题哦。吼，啊，咱这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合吼，每一个人拢会起来回答。拢中4题，一题3千，所以若拢摕到拢中，就要摕12000块哦。加油！安尼你100万就愈来愈近安尼。是来，咱即马第1位起来哦，吼！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外国人上惊的。哦，外国人上惊啥咧？来，咱先看影片。规个变形去有看。哎呦，原本是伫咧拢走位啊。变歪去。哎呦，规个厝拢放去啦！外国人来到台湾啊，头一摆拄着，拢会足惊的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天灾安怎讲呢？加一条，免惊，你唱着。这个天灾就是外国人踮台湾，若拄着拢会足惊的天灾是啥物咧？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外国人上惊的。哦，外国人上惊啥咧？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！哇！南京街啦，哎呀，南京街。哇！规个变形去有看。哎呦！原本是伫咧哦。变歪去。哎呦，规个厝拢放去啦！来，我要开始问啊！吼，来，咱今日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头拄仔看到就是古早时阵吼，拄到这个天灾时阵的情形，所以外国人来到台湾啊，头一摆拄到，拢会足惊的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天灾安怎讲呢？哦，这个天灾安怎讲哦？吼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加一条，免惊，免惊。罗明先，你唱着。这个天灾就是地动。地动，你的答案是？再讲一遍。地动。来，老师，地动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这张相片是民国40年，就是1951年的时，足久以前的相片啊。啊，伊顶悬有直接写互大家知影，叫做南京街嘛。啊，这条街就是伫花莲。
然后当初迄个地动的时，就是有3个长站，就是美轮长站、美轮哈，啊，搁有玉里长站，啊，搁有地上长站，拄好伫个花莲迄搭遐，所以伊造成的，因为迄当阵拢插厝，插座的厝，所以。一倒啊一end安尼就拢嘿对，就去了，啊所以包括迄铁基路拢变形，吼变遐济多安尼，所以这地动因为足济国家因拢无地动即个物件，所以一来到咱台湾拢感觉拄着迄毋知要安怎较好，吼，所以就是找所在，甲迄个倒较换好势啊美咧安尼。不要紧，搁有3位哦，加油！好，来咱今日哦，换人。来，上个咱车提示是，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基丁遮足一个闹热的开炮的动作。哦，开炮哦，哦，来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热闹开炮，看哦看哦，哇，人足济哇，哇，哦，人有够多呢。系啊。哦，是一张尔。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咱头先看到的是高雄基丁以早的相片做的 AI 的影片，伊内底吼有人甚至身躯挂迄个号码伫咧走。安尼恁知影伊这是参加什么比赛咧？哦，挂一个号码参加这安尼走的哦。这开炮。什么比赛咧？来，请出答。哦。哎呀。物流，较紧。来，物流来。应该是马拉松。马。是马拉松。来，老师，马拉松对不对？会使。好，伊是一般咱台语这款外来语有当时发音会个较无共，所以咱马拉松会甲迄个尾字甲用较重音的安尼吼。啊，毋过因为是翻译的，所以咱互伊准着。啊，这张相片是伫个民国73年。74年，就是1985年的时，高雄办的第6届体育季。啊，一般有当时因要行销这个观光嘛，吼，啊，搁迄路径因会选，所以就是选择伫个基丁，就是高山这渡船过遐吼，咱伫遐做一个马拉松的比赛，3000呢？因为伊已经得2题去啊。啊，拜托的啦，2题换阮这边。哦，拜托的啦，拜托。来，今日换人。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者。是，刷落来咱要看的是1970年代的大饭店哦。是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看来真气派。哦，餐厅呢？真水呢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咱头先看的是1970年代台中的西北大饭店，而且内底有一间迄日本料理店，有生鱼片。你敢知影生鱼片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生鱼片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果然是我看到你背起来啊！对啊，跟锅贴咁样。嘿呀，来生鱼片叫沙西米。沙西米，确定哦？确定。好，来大声讲啊，老师听。你的答案是沙西米。哦，请大声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这间饭店是台中的西北大饭店。即马伫迄个兴民街口迄搭遐，啊，拄则咱第3张图是迄间电影戏院，迄间戏院就是伫附近，叫做新玉电影院。啊，当初拢是正时髦的所在。啊，咱通常伫个饭店下底，拢会附设一寡餐厅，啊，所以迄内底遐就是日本料理，包括因穿的衫，啊，搁有迄柜台，啊，搁有
顶管迄茶白啊，迄拢是日本料理正特殊的迄款气氛。啊，所以咱叫做沙西米。啊，毋过沙西米即个物件，无一定是鱼啊哦，有当时啊是塔可，啊是讲有一寡蛤蟆类的啦。对，蛤蟆类的吼，一寡螺啊，迄款只要是无煮过，咱拢是甲伊当做沙西米。啊，一定爱问 wasabi。会当杀菌，好，多谢。手无够紧，对啊，手慢啊，因为伊拢飞起来啊咧，规个冲水，了紧，咱佫有最后一位通啊飞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上尾啊一位啊哦。好，来啊哦。加油哦！咱请提示。刷出来要带恁看的是咱火车站的画面。火车站的画面哦，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这拢就有印象的哦。哇，这古早呢。哇，以前人呢。好，今日要去倒位，咱请出题。咱头拄仔看到是1976年高雄火车头的一个售票口。啊，你知影嘛？来遮吼，除了买票以外，买票这个动作，买票还可以使安怎讲呢？哦，买票可以当安怎讲哦？吼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阿红用听的你知？我细汉捌听过拍票，拍一张车票嘛。哦，拍一张车票，拍票。后来大声跟老师讲，拍票。老师对唔对？老师的名敢唔对呢？暂时袂使。哎呦，哇！是来，咱有机会啊。喊呢。是，嘛是共款两个字。跳票。老师跳票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这因会晓讲实在是足厉害的吼。好，咱一般来讲，买票是较唔好，因为买票当时啊是较现代讲法，毋过另外就是选举用这款乌西啊开钱去共买票，所以一般咱会想讲用较台语味、较传统的这款讲法，较袂有迄款误解。拆这字就是讲，咱基本上伊是分开。所以咱有拆开，搁拆线，搁有甲人无爱做生意啊，就拆股。毋过另外一个足特别的方式的用法，就是买物件。所以咱伫生活中定会听到讲我去拆票，还是我来汉药店拆药啊，嘿，还是讲去西药房嘛，是当拆一个药啊，还是讲夹一个药啊。所以咱的台语的动词的用法会足有路的。拄则你迄个。拍票听起来是较华语词，虽然讲听有，毋过听起来就是打一张票，所以咱基本上就是讲用贴票这个词，真正是足水的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看两队的分数。好。鱼价即嘛有9000。咱罗有12000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哇！好来。问号内底代表的是无同款的奖金嘛？奖金为1000、3000、5000，一个上济12000、15000块拢有哦。哦，那好运的真正就15000啊咧哦。是啊。哦，那咱的8提示咧，就是无同款的问题，迄个提示啦。是，来咱念一个好唔好？一帮年甜汤设计师是车轮饼游戏过运梅花鹿。毋过就是有一条救命。救人哦，我袂晓，咱来拢问咱的队友，嘿，就干咱一条尔，咱就通甲队友通参详哦。好，搁第2个提示就是讲哦，咱的分数较少的人，咱有这个权利会当先选，是咱即马就是咱这边的鱼，比咱通先选哦。嘿，比如我甲你讲，咱选着15000，咱就稳稳甲赢起来啊哦。好，来，阮贝尔先选。
没有，要选倒一个。要选倒一个？车轮饼。车轮饼。哦，你知影车轮饼？好食无？好食。好来，咱看者车轮饼奖金有偌济？5000哦。哦，他去你就比因搁较悬哦。系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人爱食车轮饼，啊，车轮饼其实是对外国传入来的点心，你敢知影是对倒一个国家传来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倒一个国家传入来？嘿，来，先试。好来。日本车轮饼。是。好来，咱来看者日本对唔对？一般叫做车轮饼，不过有足侪名称的，会当叫做公仔粿，还是红豆饼、酷仔粿，啊，佮有伊的形，因为为日本遐传来的是那像一个鼓共款吼，所以咱有讲即个太鼓饼，啊嘛有。因为即嘛有形有变做鲷鱼，所以嘛有人甲叫做什么华语鲷鱼烧吼。啊，伊古早名是为差不多17世纪迄当阵，啊，伊是伫咧东京金川桥迄附近出来，所以伊伫日本遐伊有一个名叫做金川烧。啊，你甲翻译做日语的名，伊就是伊玛加瓦亚基，伊玛加瓦亚基。吼啊，也是讲因为伊即个是。起来足大地嘛，吼，所以伊就是欧班亚基，欧班亚基，迄个亚基就是烧，啊，迄个伊嘛是金嘛，啊，川是迄个卡瓦，好，所以就是你会当就做这款名，啊，总共一句，不管你是叫什么名，伊都是为日本来的。好，来，路边换你啊！换你。我来选一帮。好来，咱来看者一帮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5万2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中华职棒伫咧1989年成立，迄个时阵变成全民拢在看职棒的这个风气。创立的时阵有4队上元老的队伍，除了三商虎以外，还有其他的3支球队是虾米呢？哦，3支球队哦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来什么？来。要救人哦？无啦。哦，你有咧看呀？我看30年啊。统一赛。魏全龙。哦，兄弟唱啦，确定吼。好，来3个答案吼，对唔对？咦，敢知影棒球创立时，阁有倒几支队伍咧？请问？中华职棒伫咧1989年成立，迄个时阵变成全民拢在看职棒的这个风气。创立的时阵有4队上元老的队伍，除了三商虎以外，还有其他的3支球队是虾米呢？哦，3支球队哦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来什么？来，要救人哦。无啦。哦，你知影嘿？你知影？好，来。统一赛。魏全龙，兄弟唱啊，哦，兄弟唱啦。哦，你有咧看呀？我看30年啊。哇，是中的。确定吼？好，来3个答案吼，统一赛、魏全龙，啊，过来是咱的兄弟唱，对唔对？1989年的是有成立这个中华职业棒球的这款联盟，啊，到1900年的时就开始第一场比赛，哈，啊，刷了就是讲到2003年的时，咱这个中华职棒就甲台湾大联盟合作伙，即马就叫做中华职棒。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，就是一人猜一盘安尼。不要紧，咱阁有万5，要选倒一个游戏哦。好，来哦。来，咱来看者游戏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嘛，袂歹，他去就好哦。请
请问捉迷藏会当讲是米烧炊，嘿，佮会当叫做呛卡鸡，也是叫做暗角龟。哦，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呛也是呛卡龟，也是暗角龟。嗯，是。来，第一个。啊，呛卡龟，呛卡龟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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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暗角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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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呛卡龟，呛卡龟我真正没听过。没听。暗角龟，暗角龟，是好，暗角龟，暗角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暗角龟对唔对？伊叫做暗角鸡，因为这暗有2种意思吼，后来就发展2种生法。第一种就是把你的目睭暗起来，所以其他的人你暗起来了，拔起来了，其他的人就走四线，然后你爱去找安尼，这是一种生法。后来一种米烧炊就是伊共款伫条啊，还是讲伫一个所在，家己用咧，剩的人走去米起来，毋过你嘛是一个炊，毋过你的目睭是光的，好，所以就是讲会当有这2种生法。另外迄个抢脚鸡，迄个抢就甲脚有关系，所以伊就是一只脚伫遐跳咧，就是咱一般咧讲的跳厝啊，还是跳鸡啊，拢是迄款，就是伫涂骹写数字，你就伫遐跳咧安尼。迄拢是台湾古早咱伫个无即款 iPad， 无即款电子游戏的时，足侪囡仔拢伫个空地下咧耍的游戏。嘿，来换你哦，路边。好，我来算年。好，来咱来看下年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3000，嘛袂歹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现代人定定咧讲的 Z 世代是什么时代出世的人？是1997年甲2010年，还是2010年甲2024年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Z 世代哦。Z 世代哦。嗯。是。我的答案是1997年甲2010年。哦，1997年。对。甲2010年。我是感觉讲这是2000年出世的人。哦，2000年前啊甲后啊出世。对。甲后壁我都无听过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1997甲2010年对唔对？这个英文字母是伫咱26个字母的上尾的，所以这个其实是 Generation Z， 好，所以就是伫个尾啊。咱知影1000年一个 Millennium 就是1000的意思，所以伊是伫个差不多尾啊这大只。咱咧要当然是1990年。然后无可能临时就登去，所以就是前后剩90年，所以就是1990年，还是97年到2010年迄卡刀安尼吼。因这个时代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等因大汉等于21世纪的开始，所以因拢是用电脑，佫是网络的时代，受因的影响嘛足大的吼。就因为安尼，因后来拢是变做这款智慧手机啊、翘手机啊，所以伫因的世界，甲以前的速度是超过10倍个100倍嘛是有可能的，所以是无共的时代。谢谢老师。来。2队拢还未用着救人哦，拢足厉害咧。哦，好来表设计师，好来，咱来看设计师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世界有名的台语服装设计师詹森吴志刚贵公，因为替什么人设计伊暗时要出席的迄个礼服来出名的？是美国的第一夫人，还是英国的女王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救人，要救人，今日手的。救人。哦，来救人哦。You don't know that？ 伊唔知影咧，因为伊可能无看新闻啦。嘿呐。美国第一夫人。美国第一夫人。美国。你感觉是？ 美国第一夫人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美国第一夫人对唔对？
来，分数加1万哦，恭喜！吴贵公是咱台湾婚林人，伊迄当阵名声透出来了后，影响第一个就是即个美国第一夫人 Michelle 奥巴马，因穿伊的衫，而且毋是干一届尔，奥巴马做2届总统，伊就穿2届哦，所以伊设计出来迄款线条拢足简单，搁足高贵的安尼吼，就因为安尼伊有拍开伊的名声，嘛影响到教育，因为迄当阵。伊细汉就爱耍即款迷信、耍裁缝，所以互足侪家长就去注重着囡仔讲爱互因去发展因兴趣的物件，毋好有迄款成见。所以吴贵公是咱台湾的公民之一。好，来换路边。我还有1万2000的哦，好啊算。哦，我想要问看卖，什么是过运？过运是运气还是？哦，我袂使甲你讲。伊内底的问题，反听啊，甲有关系哦。哦。是，安尼你知影过运的意思就好。你知影意思嘛？好，我来挑战看卖过运好。过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过运的奖金有偌济？啊，谢谢。安尼替你过运啦，无要甲你收钱啦。对，来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衰甲大着猪屎。为着要甲这个歹运踢走吼，咱会食什么物件过运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什么物件你应该知啦吼。那你台湾大汉，你一定知影。这就是猪卡面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猪卡面线对唔对？咱的猪卡面线伫台语的文化内底足无用的，吼，因为第一个伊是做，就是讲去改运啦，就是讲过运哈，吼，莫就是进前伤歹运啦，即马要改过运一个，所以一般来讲，猪卡就是表示勇行，即个面线是表示长寿，吼，就因为安尼，所以生日的时嘛食猪卡面线，过来就是出嫁出院，人讲一心当判。二心对半，3心食猪卡面线，这小可咧屁想讲即个说法，毋过就是表示讲3心就无代志啊，就会当过运啊。过来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咱台湾的风俗内底有当时闰月嘛，闰月感觉加1个月是较无好的迄款月份，所以拢爱买猪卡面线去互即个爸母食，互因会当去避掉即款运吼。过来就是咱。妈祖就是妈祖生的时，会有迄个报马仔伫头前，伊嘛爱用迄个一支猪卡，因为迄支猪卡伊表示知足。就是知影满足要互咱世人爱知影讲即个道理，煞了即马考生嘛会去用猪卡，因为伊猪卡面线煮起来是熟悉的迄个卡茶嘛，所以就是熟茶。你会当足熟的即个茶母足熟的，你就会当调分。好，所以就是讲猪卡面线，其实伫咱的文化内底，拢是一款祝福，也是改运。即马剩2题，来。梅花鹿。梅花鹿哦，好来看者梅花鹿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精彩！哇，来，请问梅花鹿是台湾的特殊动物，捌全部灭绝去，即马伫咧倒位会当看到人工重新培育出来梅花鹿群的，是垦丁还是花莲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肯定啊，肯定。来。啦。垦丁。伊台语安讲？咱是台语节目。垦丁。哎呦。垦丁。昆丁对唔对？1969年的时的，差不多即个梅花鹿都无去啊，伊个名嘛叫做花仔鹿啦，花仔鹿。
顶悬迄款型吼。啊，咱看一寡古地图，伊其实内底拢有平埔族的原住民咧录遮的录啊，所以咱的地名内底，甚至鹿港嘛是鹿仔港的意思吼。啊，伫个1924年的时。就是当印度公司荷兰人入来，因就感觉日本人因要做正价，还是做啥，就一直甲迄梅花鹿的鹿皮出口去，吼啊，结果咱遮鹿仔就互掠甲伫要无半只安尼。到1969年就伫要无啊，毋过到1984年的时，即个动物园伊就引进22只尔。放去垦丁的社顶公园，遐拢无人甲因交叉，所以因就自然就去成长。到咱今嘛，伊已经有3800只，你就是去遐拢会看到。啊，毋过有一好无两好，因就会去打迄个酸乌搭、珊瑚礁，所以对生态嘛是小可有影响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就是毋过有梅花鹿。较会感觉咱像迄小鹿斑比的迄款感觉，嘿，啊，总讲一句，爱环境、爱动物，拢是一定的，啊，互因自然生态，莫去甲抬啊是安怎？嘿，多谢，谢谢老师，哇，好，来，我来最后一条甜汤，哦，有机会哦，有甜汤，来，咱来看下甜汤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嘛是高清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绿豆蒜是一款传统的甜汤，因为会当互你马上就补充体力，所以是较早咧做餐的人定定会食的点心。你敢知影伊的发源地伫咧倒一个县市咧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因的故乡啊，屏东。哦，你有去过？我有去过，我是伫个恒春看到。哦，你伫恒春看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屏东对唔对？好，这个绿豆蒜唔是蒜头哦，伊是绿豆仁，就是绿豆啊甲。八壳了，嘿，八壳了啊！啊，所以绿豆本身就好煮啊，啊，这绿豆蒜佮如何煮哈？啊，为什么伊需要安尼？就是讲屏东遮拢较侪做食人，啊，因若准讲要紧补充体力的时，会当紧煮的，佮南瓜糖哈，啊，就是会当真紧的恢复伊的气力，啊，后来就变做伊在地一个点心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分数拢出来啊咧。对啊。来看阮喜甲，喜甲即毛46000。啊，咱罗甲咧。哦，袂歹，毛37000。哦，好，今日咧10秒8000斤。10秒8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下就要互恁有俗语哦。无错无错。伊有一张图，互恁看，伊袂叮当，啊，伊迄有红啊，啊，画啥画，啊，你就斟酌看哦。啊，有俗语有几字，有5字、6字，拢写咧顶悬看几字，毛10字哦，分数咧。分数咱即嘛是46000块。真悬嘞，46000。超过4万拢足悬嘞，所以即嘛46秒啦。46秒。嘿，咱搁加30秒，变成76秒，好唔好？76秒哦。好，加油哦！尽量有啊，敢若有3题尔哦。要第1题开始啊！加油哦！我讲话声先无。啊，要加油一个，要加油一个。来，1、2、3，胜利！Let's go。海音。哦，少年啊！Z 世代。嘿。我2010年。哦，来第1题哦。来哦。来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中元节了一个啊，嘿。中元节。中元节是啥物时阵？你看一下，在。 7月山水山，唔知啊？你知影无？你知影？甲顶头有关的，紧来。拢总46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来第1题哦。来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来，拢总有6个字。是有人的。紧来。看到有人无？有一个人坐咧遐，啊，顶悬敢若有一个目睭。哇！哦，来，知影你紧讲诶。讲啊，讲出来，要紧。人咧做天咧看。哦，真好。知影就讲，嘿嘿。
袂歹袂歹，人咧做，天伫个看。无错。是，就讲咱唔袂当做歹代志啊，系爱平常心啦。对。好来，咱即摆看表。哦，够62秒了哟！袂歹，较大声讲出来哦。加油，起来就讲。好，好来，第二题来啊哦，免搁加油啊啦吼。来。好，神奇一面啊。好，来第二题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钓鱼。伊咧创啥？伊拿内底是啥物？是拿内底是啥？然后有鱼虾，有虾。哦，有虾。哎，无鱼黑马后，马金噶。袂歹哦。啊，我当数。啊，为什么回答你啊？袂歹。唔知咧，因为囡仔咱较唔知啦。啊，只要要看下剩几秒啊？几秒甲看者？即摆到48秒哦，袂歹。对。来上尾啊一题啊！加油！好，来第三题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高伟你。然后有个鸭子。嘿。哎，有啊。然后后面有灯笼。对。中元节了一个啊，嘿。啊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记得。中元节。中元节是什么时阵？记得。嘿，几月？什么？七什么啊？在七哇？啊，七两三四。我来去。4号。啊。七月三岁啥？唔知啊。你知影？跟顶头关的，记得。7月半。哎，过来。7月半啊，加4号。啊，进卡。哎呦！啊，咱一直啊！我嘛对伊直咧。是，啊，佢一直海。好来，7月半啊，唔知4月啦。对。是，无唔对，什么意思咧？意思就是吼，7月半爱拜拜嘛，中元节爱拜拜，所以迄个时阵啊，有可能会去用掠去抬啊，但是伊唔知影讲人会甲抬，所以伊唔知7月半有啥物通好惊的。是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来，咱就看一下秒数。哦，咱即摆搁剩4秒。哦，拄好一人1000。拄好一人1000，袂歹哦。好，安尼嘛袂歹哦。系啊。好，恭喜恁哦，咱搁通第2届见面哦。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颁奖！哎呦，你来看，来，阮阁有金牌哦。哎呦，挂金牌哦！拍排球啦，摕金牌嘛袂歹哦。赞！哇，袂歹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啊，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王老师辛苦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大家有智慧，斗阵拼在起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下回再要报名啊！谢谢，辛苦啊！谢谢，欢迎，下回再过来上课。来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。